咱顶一段甲大家介绍过迄个八声调，台语八声调，互大家复习一下，顶头一张插播一下。这两三四五六七八，第六声咱伫主流的腔调内底简省去啊吼，咱无讲这个，所以事实上咱今日要介绍的主要咱有7个声调。咱今仔日先讲咱第4声甲第8声，咱今先去掉，咱另外一段还阁来讲这两个物件。其实这两个物件无一般教材写遐简单吼，毋是四变八，八变四无遮简单吼，毋是安尼。到时较解说大家会了解。咱今仔日讲这5个，咱用这5个。顶一头我一个物件袂记甲大家补充吼，歹势，我直接补充一个。这个物件安尼写吼，以我所知影吼，其实我毋是学音乐的啦吼，我音感嘛无遐准。这个物件是对足侪教材内底大部分咱画3条线，画5纸吼，分较幼。这个物件只是一个大概，伊毋是讲伊的音律100%，毋是讲比如讲什么哆来咪吼，就这3音安尼跳来跳去，无对甲遐准，但是伊的迄个变化差不多就是即种关价变化，所以迄个变化的程度吼，咩啊讲，伊相对来讲的关价安尼看是无啥物问题，嘛会当帮助你去发音，去了解咱台语的即几个声调的迄个原理。所以即个物件伫大家伫遮甲大家解说一下吼，伊毋是完全真正准的，就是这3音吼，毋是安尼。好，咱今仔日甲即几个1、2、3、5、7吼，1、2、3、5、5、7即几个物件，即几个符号你也小记一下吼。第一声无即个符号，第2声、第3声都偏倒边方向，第5声一个弯翘，第7声中平吼，希望大家会记，安尼等者较对得着。来，咱一开始为着要互大家较好吸收吼，咱迄落即段物件，我来写一寡汉字补，互大家会当较好了解。来，第一个，咱第一声吼，悬的平即个音，第一声，即咱用一个比如讲花，你咧读时是悬音，第一声即个无问题吼，第一声。但是你后壁有接其他字吼，咱台语通常一个词内底吼，上尾字袂变声，头前迄几个字会变声。咱来讲，比如讲花园，吼，去花园看花园，你读花园的时候，你有发觉到无？伊毋是花，伊是花，吼，伊降低落，爱降偌低，花就参即个开花吼，共声调花，即个花是中的声，伊是第7声，即个花是第7声。所以第一声吼，即个花悬悬的即个音，伊若变声调，伊会降在第7声，会变参即个花共款迄个音。咱若即个花后壁佫接字，你若要变音，要开花吼，伫后壁袂变音，袂变声调。你若比如讲我讲会议，举办会议吼，会议本底是花变会议，安怎佫降较低，对，佫降较低。所以刚刚上加即个是第3声，即个第3声，所以你看，伊降落变成花变会议，会，即个会，咱顶一段有记一个咧，比如讲去再会吼，使发财啊去再会，会是上加音。你想讲即个有一个即个规则哪像有出来啊吼？关音变音变中音，中音佫变音佫变低音，伊一直降。这要降落无音啊，咱降袂落啊，降袂落要安怎？我是家己安尼记啊吼。你若降袂落，咱就循环起哩吼。咱看到这3个关键音咧循环，你循环起哩，还佫降，是起哩还佫跳来吼，伊一直跳来，跳袂落啊，佫起哩还佫跳来。所以会，比如讲咱会变后壁接一个规好啊，吼，高阳降真济，会规，会是对一个，你顶悬跳落来。第2声，会规有无吼？会变会规，拍起哩吼，循环起哩，还佫跳来。即个会，咱顶下嘛讲会你讲跳落，伊嘛是佫要跳，伊参照拄共款两个问题，已经伫上加啊，安尼要安怎？共款佫循环起哩，佫循环起佫跳落，安尼就无变声吼，无变声调，所以跳起哩后，伊就调的啊，跳起伊就变成啥？咱读看觅，会。伫头前变成变火车，佫跳转来遮，佫跳转来啊！所以这4个都是一个循环，我相信大家你若伫网络顶悬，若是伫册顶悬吼，
足济教材伊会用即几个声调，点样叫你记即几个声调的循环的迄个前后的顺序吼。也啥物1变7 7变3 3变2 2变1，你若敢若记迄个数字吼，无介好记，而且将来咱若开始练习，真正要看要读迄个专业白话字的时阵，你看声调符合吼，你头壳内底个对声调符合，转即个第几声，你该记数字还佫转去，会足乱，会袂赴啦吼，会卡，你会感觉吼足艰苦想的。所以我想的，我家己体会我就是利用即个关键音去想，应该会较紧。可能会较紧吼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啊，大家到时咱会当练习看觅。所以来咱去看一下吼，即4个咱已经一组已经倒起来啊。伊的规则就是，你要变声调会降音佮降，啊降无调起来还佮降。啊若即声调落来，调落来到底啊，你佮起哩就调的啊。所以就是花变花，变花园，花变花衣，花变花龟，花变火车。即4个多一个循环，咱搁一个也袂讲，就是迄个回啦吼，咱迄个回，即个回吼，不要讲即个回，回是第5声哦，第5声咱对下骹安尼扭起，这是第5声。第5声即个物件，你若要变声，伊个规则较无共吼，因为头拄拢是平甲共来，所以咱就一直跳落，啊跳无去起佫跳落来吼。伊本身一开始就起哩啊，起哩。伊若要跳来就是U 平，起哩以后就莫去起哩啊吼 ，U 平，即个是我是硬记的吼，回就变平回吼，回不要讲即个，咱加一个用，回用回变回用，伊会跳转去第7声，所以即个所在呢，即个循环转去吼，第5声即个较特别，伊就是直接跳转去第7声，回变回。所以你若咧读变声调以后物件吼，已经变声调以后是第7声，你会有2个来源，伊本地迄个声调可能是第1声变过来，嘛有可能是第5声变过去的，所以即个物件较麻烦一点嘛，伊无伫即个循环内底，吼啊，咱用迄个声调符合来练习，因为咱上尾就是要真正看白话字的写法，咱毋是要看即种物件。去练习变声调，所以来试看觅吼。咱用较简单的，用啊，用上简单的啊，无写就是第1声吼，你应该会记的。啊，第7声咧，中央平音，所以画一画平平。啊，这个是上加第3声，啊撇对一边，要撇一边。第3声，第2声是撇一边吼，这是你可能爱小记一下。啊，第5声咧。伊一个弯翘，这是第5声，所以你若看到啊要变声调，你就降一阶变成啊要变声调变啊已经降较上低啊，你就爬起你顶悬吼，咱搁跳转去顶悬，它搁降落来就变啊，变啊。啊，这个我家己有一个足奇怪的记法吼，大家参考看觅。这个是一个弯翘吼，伊共款。伊若要变声调，声调变了以后，变了较简单，你就是甲即个弯翘第2遍就变即个。我真正是安尼记吼，即个弯翘吼，你要降无啊？你毋知要哪降吼，你甲第2遍，甲第2遍，甲即个递落来，啊递落来变即个。所以你若看到第5声哦，第5声的白话字，你要变调，你就是变成变咧第7声变啊，变啊。所以即几个物件是咱今仔日甲大家介绍。即5个声会变声的规则，啊当然啦吼，敢若安尼讲，伤过虚啊吼，咱嘛是爱练习一寡物件吼。我写几个字吼，咱大家试看觅吼。我甲头拄仔遐个字，来咱先做练习看觅。你若看到即个物件，我安尼写，先说咱先跳一点仔物件吼，这本地后壁还要讲的，咱这一个词吼。一般来讲，一个形容词啊，是一个名词吼，名词吼。咱用一画连字符甲连起来，安尼人一看就知影这是一个字，这是一个字哦。吼，咱所以用英文的一个字，安怎讲？咱习惯华语的人吼，会感觉安尼是一个字，花是一个字，园是一个字。但是吼，我建议你甲花园吼，咱所以英语 garden 吼。花园安尼当做一个字，安尼看起来
迄个整体性会较好。你若看我安尼写，你分开读，即马你若有练习，你分开读应该读得出来。即个就是第一声花，即个第五声园。啊，你若记个头拄咱变调迄个方法吼，你来互咱偷偷看一下吼。你上关音会降一阶，你看到即个字，你自动就知伊就变成花园。啊，你读起来足顺诶，你就知即个是花园。你毋免踮想讲花吼，啊第几声要变安怎，啊佮变花园。啊，咱继续。即个读做花，即个读做字吼，花字。你安尼读，你家己会沙文吼，我是花字，我个花字别杂仔咧吼，毋是吼，毋是花字吼，花甲字。啊，你看即个你记个，伊是中个音，都降落变花，花字吼，你若读花字，然后你应该就了有啊。啊，若真正上加花，要加一个龟吼。会规，安尼读足奇怪吼，你会扫我这是物件吼？你记这是上加音啊，伊爱跳去顶悬搁降来，伊就变成第二声会规，会规，安尼就读出来啊。啊，你若是真正会，吼会车，你就知影伊就是顶悬已经跳落来，伊就转去调伫顶悬就变上关音火车，读火车，一看就读火车，安尼就知影。就是火车，上尾啊，第五声吼，你要看一个活动悄悄的，火后壁加一个用，火用。就我头讲的吼，我拢安尼看，你即个第二遍就变火，就变火用，就是即个火用，安尼结束啊。吼，啊，咱上尾啊要结束之前，我今日较啰嗦吼，能够用即几个能够来接看卖，接看啥货？比如讲花园，吼，幼稚园，花园，幼稚园有啥物物件呢？哦，做一囡仔吼，毋是，咱要讲即个物件来，大家我咧写的时阵，大家会当伫心肝来想看觅，这是啥物件？哦，歹势，兼是咧，即个直接咱要读的时阵，你就甲变成平中平迄个，变成长，吼，长，就是幼稚园的长啦吼。啊，若即个字，不要加一个字。这是圆，这个是中央的迄个平音，第七声佮降落变成圆吼，圆，安尼就知影吼，圆，字花内底圆吼，花字内底圆。啊，这个规咱继续接另外一个，看觅规，后壁我加一个说啦，这个台，这个要哪变？规，参这共款啦吼，规，你就柜台。吼，柜台，安尼就知影柜台，你收钱的柜台吼，纳销的柜台。啊，车，咱来车看觅吼，车啊，即个站，吼，车降加参站共款就变车站，又变成第一声变第四声车站，安尼知影是啥物物件吼？去车站坐车。啊，用，后壁加一个。街用已经上架啊，跳转去第二声对顶悬跳来用街吼，用街安怎样的用街，所以今仔日即个安尼吼，甲大家去看一解吼，即几个规则吼，尤其即四个真简单，就是会当降就降，袂当降跳去顶悬，还佫降落来，吼，啊，这个循环等于安尼，17321，你毋免去调记这个数字吼，你要记迄个关键音的变化，安尼练习久以后，你咧看就足紧的啊。你看足紧诶，啊第五声较变吼，第五声即个弯弯翘翘，直接甲第五遍哦，变成第七声，伊就跳转第七声。啊，即段先安尼甲大介绍，咱后一段还佫来介绍第四声甲第八声诶变化。